来看当事情的画家林依流，伊伫台南市开个人的画展哦，伊真有想象力，嘛真有创意，画不上人粉圆、珍珠、红茶哦。伊嘛为家己喜意的名册设计真古锥的人像，咱嘛做伙来欣赏。一幅一幅的图，色彩真丰富，有轨迹、花蕊，也有人物的描写。这是当时前朋友林依流的创作展。自细汉就对美术有兴趣的伊，介意用画笔来表达心内的世界。看一楼的画，他把那个挂山大佛画得非常有趣生动，跟我们平常大家认知的挂山大佛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他也让大佛呢喝了他最喜欢的珍珠奶茶，这是我们平常在画大佛不会想要的那个角度哦。台南市府为林依流开设创作展，让社会看到当时前朋友所认捌的世界是生做啥款。这回展览，依流除了为大佛以外，佮开设明星系列，甲家己相爱的男子团体有奸情画出来，让人感受到伊美强的热情。希望大家都能喜欢我纯情的创作。我想感谢支持我创作的爸爸妈妈、家人、老师还有朋友。我会继续加油，继续创作。谢谢大家今天特别来欣赏我的创作展。除了画图以外，依流也参妈妈做伙设计文创商品，让更较侪人熟悉当时前朋友。创作展会伫台南民治市政中心一直展出到6月30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